第四被告人在2002年6月19日的答辯書。第4段。第四被告辯護聲稱，福喜停車場的業務獨資經營人曾樹和先生，曾樹和已慣常預備以蓋印之租約協議，隨時可於協議上填寫資料以供使用。曾先生將月份租約交給第一被告黃子孝以作參考。據第四被告解釋，沒有填上資料的協議租約，在理據上只有一個福喜停車場印章。但本人發現，福喜停車場租約上有2個福喜停車場印章，其中一個就是在修改錯字旁，足以證明福喜停車場曾樹和先生授權第一被告黃子孝與第三被告黃德信簽署租約。有關租約是在 DD 122約、1225及1232地段，租約日期訂立1998年8月1日。在修改錯字旁只有福喜停車場第2蓋章及黃德信第3被告人簽名，沒有第一被告黃子孝的簽名。本人不再重複了，請參閱有關網址。披露文件的網址是